后来今仔日死亡的病例211例创新高，其实咯，昨159例已经达到指挥官陈时中所设定的致死率10%的这个防线。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明讲，死亡的高峰也会延续到后礼拜。台大感染科的医师李炳英认为，国内的疫情都要到9月才有机会完全来平息。另外，有公卫专家特别来提醒，讲这个Omicron的感染率高，今年秋冬这个新冠疫情加上流行感冒，恐惊会增加重症甲死亡率，必须都要提前做好准备。救护车无用次次载患者，配合国内新增加159例死亡个案，创新高，已经达到指挥官陈时中所设定的致死率10%的附定。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明讲，死亡人数的高峰期会阁继续挡一阵啊。7月应该是感染人数会很少了，然后要有把握死亡人数降得非常低呢。大概就7月以后，再隔1到2个礼拜就看得见了。那本土疫情当时才慢慢跌落来，台大小儿感染科医师李炳英预估，要等到9月，全台湾疫情才有机会让互社区无大规模的传染。就5、6、7、8，就4个月啦。不过这个很多都是有一些变数啦，已经完全平息的，9月是有希望的。台大公卫专家嘛提出上新的英国研究，发现当时感染新冠含流感，重症比率增加4倍，死亡增加2倍。反正若到秋冬，会有另外一波疫情压起来。其他病毒感染里面，当然就是流感是比较侵袭性比较强的，致病力比较高的啦哈，所以可以看到说，流感再加上奥密克戎它这个严重度比较高，这个是可以预期的啦。专家讲，面对疫情千变万化，囡仔含是大人的预防车上好拢要紧做，嘛需要提早规划准备流感的预防车含药啊，才能好好来对抗病毒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